真好。金甲线毋知影通煞，好，多谢。咱若早手机的人，请你将关做静音，是震动，多谢。来啊，咱着摇好花唱歌，叫咱的石盘做欢喜的声，咱着来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做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60首，天边海角济济子民，圣诗第260首。请咱徛得紧。Oh
甲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灵同在，对在世万有之时，因为对个人来守护，变许的信来传的缘故，会使你对信仰用我，明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咧对呀个生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经，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下咧，肉体无法，永远万年。阿门。这，咱三甲来用上帝话启用。启文第28篇，诗篇118篇，由我来启，因来用。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互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器材的招。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名来的，迄位要应该受祝福。要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疼痛的慈悲，愿感谢你。你是创造统治人甲万年的独一真神，你施行审判甲拯救。你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罪，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所犯一切的罪过，因为你是阮活命的救赎，互阮得到活命的更新。求你帮助阮，搁较以爱超找你的真理，较无你的话，互阮用信心独独来信靠你。因为你要上天的事，有教示阮讲，天顶地下权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变事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求你帮助阮听从你的命令，互阮的教会会当学习早前巴结的牧师传福音宣教的精神，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来宣扬你听从的福音，互遐未信的人。只有伫你的听从的内面，阮才会当得到完全。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带阮行永远的道路，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得到丰盛的生命，使阮较有气力行过一切试炼，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替阮陪伴的道路。一世人伫你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来服侍你。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互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
今仔日圣歌队要来上场，圣歌队今仔要吟的诗是着用专心。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前书》2章20甲10节。亲像拄出生的婴仔，真爱顺
属灵的呢，互恁通成长到伫得救，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慈，着亲近主，伊是外招，虽然互人气杀，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贵。恁着做外招，互上帝来起造属灵的殿，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有记载，看咧，我要伫世间下一块石，是受敬宝贵的触觉石，信你的人绝对袂失望。即块石对恁遮个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重要的奇石。伫别位有记载，即块石是絆脚石，是互人跋倒的石。因毋顺坦道理来跋倒，是上帝的安排。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国度，上帝的子民。伊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即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圣经讲，前恁毋是上帝的子民，即马是上帝伊的子民。恁无得到上帝的怜悯，即马得到上帝的怜悯，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人。今仔日上帝要接到老牧师传讲互咱的信息是属木的石头。请咱同齐来祈祷。主，当阮来到伫你面前，阮读你的话，愿你用你的圣神启示阮，帮助阮，互阮亲知你话语的奥妙，也帮助阮，互阮点伫每一日，阮通荣光上帝你的名。同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大家平安。毋知影踮伫路里，如果有一日咱看到一块足大的石头，你会想到啥物？挡路的对无？一块足大的石头，挡路挡伫遐，大家人经过的时阵会感觉啊，即块石头到底放伫遮有啥物意义？到底伊是有啥物路用无？搁过一段时间搁过，即块石头忽然间，咱发现讲，伊成做一片壁。啊，当咱看到即片壁的时阵，咱搁会想到啥物？共款嘛是咧挡路。到底为虾米即片壁要挡伫遮？咱嘛超找袂着为虾米伊要踮遮？啊，伊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啊，搁过一段时间，即摆咱知啊，原来伊要成做啥物？伊可能要成做一间厝，伊可能要成做一个圣殿。伊可能要成做任何一个咱所想象袂到真水的建筑物。当迄点，咱才会体会到，原来一开始咱所看到迄块石头，伊的作用是啥物？迄块石头的作用就是咱所讲的触觉石。迄块石头放伫遐，就是要互济石头会当贴踮伫伊的顶悬。慢慢起造起来，但是当迄块石头还搁伫遐的时阵，咱会感觉到底为虾米要放伫遮？伊的路用到底是虾米？无人通知原来伊伫遮的意义。其实，当咱每一摆读上帝的话的时阵，也有类似的状况。为虾米也安尼讲？因为逐摆咱咧读遮的话语的时阵，咱嘛敢若看到哦，即段话咧讲遮。嘛，照着时间咧过了后，咱才开始慢慢的体会到，哦，原来即本册咧讲这哦，
搁过一段时间，咱才体会到哦，原来上帝的意思是安尼哦。今仔日咱读彼得前书，老实讲，彼得前书对侪基督徒来讲真少读着，因为伊藏伫生育较尾啊的所在。彼得前书咱看讲啊，彼得前书咱真自然一定会想讲伊啥物人写的。当然嘛，想讲是彼得写的。但是愈读的过程中间，咱愈发现一件代志。彼得前书伊所写作这个希腊文，其实非常的优雅，用词真水。但是吼，咱会记哩，彼得是啥物人？彼得是掠去的，所以侪学者就开始咧讨论这个问题啊。如果伊是一个用词真水、真优雅的希腊文，安尼应该袂是彼得写的对，因为彼得是一个掠去的人。所以踮伫册内面有提到讲，哦，这个彼得前书是踮伫一个忠心的兄弟西拉的帮助下面写作。所以西拉就甲保罗是宣教的同伴，所以咱就会当佫体会到，哦，可能写这本册的人受到保罗侪影响。无论安怎，做足侪研究了后，学者拢无法度确定到底这本册是啥物人写的。因敢若知影一件代志，写作的人咧鼓励迄当时要读这本册的人是，迄当时的兄弟姊妹拄着侪艰难，拄着侪迫害。踮伫整个世界的状况，整个世界罗马帝国的压力下面，侪基督徒受到迫害，所以侪上帝所选的子民四散伫足侪所在，因是四散的，所以彼得前书伊一个真重要的意向，就是透过这本册，要将四散的人重新牵调做一伙。也就是讲，迄个四散的人呐，亲像咱一开始所讲的，可能是散伫无共款所在的一粒一粒的石头，踮伫遐，毋知影到底路用是啥物。但是对彼得前书的作者来讲，伊的意向是爱护遮的人会当调往一个共一个目标，迄个目标就是咱的生命是起造伫耶稣基督，这是伊写作的目标。所以，若是安尼来看，一开始咱所讲迄粒树木的石头，嘛会当讲，就是每一个树木的信徒，每一个人孤单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挑战，咱生命中间的困境，咱咧敲找上帝，你要怎样帮助我？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组织踮伫教会中间敬拜上帝一项真重要的原因。咱为着基督的缘故，伫这个世界，咱受到攻击，受到侪挑战，受到侪伤害，受到侪无共款的困难的时阵，咱逐个人拢会问一个问题：主啊，我遮尔认真咧服侍你，我遮尔认真咧跟对你，为什么我会拄到这款困难？我相信，当咱每一摆拄到艰苦的时阵，咱拢会问这个问题。咱拢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你互我拄到这个困难？上帝啊，我明明我逐礼拜来到伫教会中间啊，我真认真读你的话啊，我逐礼拜拢咧敬拜，逐礼拜拢咧服侍，为什么我会拄到遮尔大的困难？咱的心声也是迄当时遮个信徒的心声。为什么阮会受迫害，阮会受四散？到伫无共款的所在，阮到底未来的路是啥物？所以照着安尼，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到底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人是家己一个咧面对上帝。我相信这咱拢清楚。无论咱是几代基督徒，无论咱规个家族拢踮伫教会内面。但是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咧面对上帝，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咧面对上帝，甲伊对话，咧敲找上帝到底藏伫咱的生命中间，伊爱咱做啥物？但是这是困难的，因为咱无啥愿意去面对这挑战、这软弱、这伤害，所以咱找到一个办法是啥物？
若是莫家己一个人去面对遮个伤害，面对遮个挑战，安尼上好的办法就是秘伫一个团体内面。上好的方法其实是秘伫一个团体内面，所以咱定定拢会讲一句这都是政府安怎，这都是咱的国家安怎，这就是教会安怎，这就是咱的公司安怎，对无？咱就会秘伫一个团体的内面，因为哪亲像我讲一个这都是政府安怎，这都是国家安怎的时阵，每一个人就安怎？哪亲像无需要负责任嘛？只要我讲的是一个团体的名，无论是政府、是国家、是教会、是团体，还是每一个公司也好、管一班也好，我就免面对问题啊，因为这是看起来是一个全体的人共同咧拄着的挑战。所以，这是咱现在踮伫生活中间，咱真惯势的生活方式。咱袂记哩，每一个人其实是家己一个咧甲上帝对话。所以，一个神学家伊用一段话，真做真好的提醒。伊提醒大家讲，基督徒嘛无应该为着惊讲孤单、惊讲寂寞来憔悴团契的生活。伊讲安尼的人吼，不过是咧找麻药。伊讲，如果咱每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咱惊讲我孤单、我寂寞，所以我来憔悴团契也是教会的生活。伊讲，这不过是咧憔悴一个麻药。这个麻药会互咱搁一摆进入搁较深的孤单中间。所以伊讲的，伊继续讲，只有知影家己一个人咧面对上帝的人，才有法度真正进入团契的生活。嘛，只有踮伫团契的生活中间，咱才有法度学习家己一个人面对上帝。讲敢若亲像绕口令共款，伊讲的就是每一个人会当家己一个甲上帝建立关系，咱才会当建立真正的团契。嘛，只有踮伫团契内面，咱才有法度学习孤单一个咧面对上帝。这两项伊讲无啥物人先，啥物人较后壁，无前后的问题，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好调，上帝所好调的囝子。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踮伫团契内面是上帝的好调，互咱正做一体，咱咧憔悴上帝的心意。但是，若是安尼，咱家己一个人嘛是孤单咧面对上帝，咱咧面对上帝爱咱做啥物？所以，伊才会阁继续讲，所谓的灵修，所谓的灵修就是踮伫即个无闲、遮尔吵吵闹闹的生活中间，憔悴着你生命中间安静的时刻。迄个安静的时刻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即个神圣的时刻，毋是讲你袂当讲话。毋是讲你干那逐工拢莫甲人讲话，干那乖伫遐尔。伊是讲踮伫一个无闲、踮伫一个吵吵闹闹的环境中间，虽然逐工代志一直来，但是咱爱憔悴着心灵内底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神圣的，这个空间是神圣的，是家己会当安静去面对上帝。所以踮伫无闲的时刻，咱也会当灵修。踮伫安静的时阵，当然咱会当灵修。我相信咱拢有即款的经验。就算讲咱今仔日讲好，我要好好灵修，但是你头壳内底安怎？闪足侪代志，一直走，你无法度真正会安静落来。嘛有可能，咱明明踮伫真无用的过程中间，但是悠然体会到主确实甲咱同行。这就是彼得前书的作者一直想要鼓励每一个四线兄弟姊妹，咱需要踮伫这个世界的引诱甲挑战中间，憔悴着一个家己个人神圣的时刻。通过这个神圣的时刻，咱有机会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结连做一伙的时阵，
咱会当成做神圣的团契。所以，咱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也好，通过咱轻调点伫主基督的时阵，咱会成做神圣。咱是神圣的信徒，所以伊的邀请就是劝勉每一个人。虽然咱可能孤单，咱可能感受到束缚，但是咱较无上帝的疼，咱较无上帝因伊属灵的念，互咱会当得到帮助。照着伊，咱中台成熟，继续勤调伫主，因为伊讲啊，主是甚物？是活石。所以咱读到活石的时阵，咱嘛开始会即个问题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活石？到底什么是活石？啊，死的石头甲活的石头有啥物无共款？亲像一开始我所讲的，死的石头踮伫遐，无其他的代志会发生，迄就是死的。但是当活的石头踮伫遐，是会当开始有无共款的石头吸引过来。开始结连起来，有可能成做一片壁，有可能成做一个建筑物，有可能成做任何一个上帝爱咱所成做的形体的时阵，这就是活的。伊清楚讲，耶稣基督就是一块活石。毋过一开始，济人是去杀伊，济人认为讲啊，这就是一块活骹石那尔，是阻碍人的石头。无人愿意去看到底耶稣在做啥物，甚至济人会想要将耶稣除去。所以基督即块石头，若亲像迄个树木的石头共款，无人囥伫边仔，无人想要插，无人想要看讲伊到底是啥物。当咱读着写的时阵，毋知影咱有想着咱家己无？其实这就是咱每一个人。基督，互人弃杀，互人囥伫边仔，无人愿意插伊的时阵，有当时啊，咱的生命嘛拄着共款的困难。当咱感受着病痛，感受着软弱，感受着咱生命中间冲突的时阵，咱嘛感受着这是一条真困难的路。圣经一直咧邀请咱面对讲，军队的基督将来毋是一条简单的路。虽然咱讲是信耶稣了后，咱会得到祝福，信耶稣有福气，但是圣经真清楚地讲，军队基督将来毋是一条简单的路。当上帝呼召咱成做一个信徒的时阵，是邀请咱抬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这条路无亲像别人所想的，看起来孤单，看起来寂寞。但是福音也要踮伫遮向咱显现，因为这是基督所行的路。咱任何的困难，咱任何的受伤，耶稣替咱排一切的重担，带咱继续向前行。所以，伊才会讲，即块活石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成做咱的拯救。也通过安尼，咱会成做啥物？咱嘛会成做活石。当一块一块结连做一伙的时阵，咱是通过基督对死国活的活命，要调整新的未来。这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基督，成做上界重要的触角石。啊，触角石是安怎起的？咱知影无？一块石头踮伫遐，啊，搁来要安怎贴？边仔爱来90度爱有慢慢贴起来，啊，顶悬嘛爱贴起来对无？无共款的角度开始咧贴起来。伊也咧对咱讲，其实咱每一个人认捌的基督也拢无共款。咱照着无共款基督的面貌，得着结连贴起来是即边是即边，搁是顶悬慢慢安尼咧贴起来的时阵，这诚做圣殿。这诚做圣殿，这要诚做众人的祝福。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圣经内面所写的教会，虽然咱读到会感觉有几千人咧聚会，但是
因所想象的教会，拢毋是今仔日咱所看的，亲像一个礼拜堂内底几万人住一点伫遮。因所想象的教会是每一个散伫无共款所在的信徒，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正做活的石头结连起来。伊提醒咱讲，咱就是受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要互咱安怎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最后伊也真清楚，咱会当安尼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拣选咱大家，通正做尊贵的人，正做宝贝。互咱会当正做活石，彼此结连做一伙。所以，当咱每一个礼拜，当咱会当组一点伫教会的时阵，这是上帝的拣选，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怜悯。咱会当踮伫遮，是因为上帝的疼在带咱。当现在的社会一直咧变化，当整个的社会一直带来新的冲击的时阵，我相信今仔日中林女中会同工来到伫咱中间要分享，毋若中林女中，咱嘛知影中林中学拄着的挑战是愈来愈大。踮伫整个社会一直咧变化，人口咧减少，城市甲乡村的发展一直歪错，就是差别愈来愈大，个人主义愈来愈重视。所以现在每一间的学校、每一个机构拢受到冲击，包括教会在内，咱受到整个世界的冲击。伫这段时间以来，有机会关心中营中学的时阵，就发现讲，是这个挑战真正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大。当学生一年一年一直咧减少，当面对侪新的挑战的时阵，其实头前的路要安怎行，毋知。到伫中营女中甲校长咧分享的时阵，其实逐个人拢共款。咱已经无法度去按算讲，现在咱学生的人数，明年会是共款的，一定拢是不断咧减少。当不断咧减少的过程中间，逐个人爱开始问的是，咱到底要往对行？一礼拜前，我阁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过去我真熟悉，踮伫台东有一间学校列入专案辅导的学校，那是广东高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其实心内底是真艰苦。广东高工是天主教所设立的学校，是当时的神父为着要关心原住民、关心宋乡人，所以成立这间学校。这间学校的特色就是因的迄个目光相当厉害，因的目光是会当出国比赛得顶的。但是阮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只要捌住伫台东的人，拢会当想象，若是真照着教育部的制度来看，这哪有可能？因为学生的人数绝对是比市区减的搁较紧。过去我踮伫新港咧服侍，边仔有一间高职。一开始我去的时阵，阁五六百个学生，到我要离开，经过10年外了后，伊即马差不多100-200个。广东高工大概类似的状况，就是人数一直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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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减。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间学校若是无伫遮，会发生啥物代志？咱必须要问的是，这间学校若是无踮伫遮，过来会安怎？迄当时，遮的天主教的神父对瑞西来到伫台湾，伊来到伫台湾，然后去到伫台东，因看到台东人的需要，所以有人去做病院，有人去做学校，亲像咱早时的宣教师，拢是共款，看到需要，不断为着台湾人咧付出。但是当时间咧过了后，咱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甲冲击，阁煞要安怎办？我看到这间学校，因咧分，互我一寡因的消息，因一直咧问的是咱的学校关心一半的学生拢是原住民，阁有差不多1/4的学生拢是弱势，
低收入户的囡仔，咱的学校若是无踮伫遮，到底遮个家庭要安怎？迄当时的神父讲，为虾米会设立即间学校？因为因相信教育是天主予送向人的愿望。这是迄当时的神父因所想的一个上大的意向，透过教育要帮助每一个弱势甲送向的家庭。这是台东所发生的。到现在，咱的学校嘛是共款，无论是中中、中女，其实咱拢是共款。当咱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挑战，学生当初一直咧减少，逐个人拢问，校长嘛咧问这个问题，过来要安怎？我甲志勋长老咧讨论，伊嘛咧问这个问题，过来上帝到底要安怎办？中中中女拢是共款，过来上帝到底要带咱往对行？其实真歹有答案的。是真正足歹有答案，但是也通过咱咧做遮个历史教育的时阵，通过遮个历史的资料的时阵，我重新咧看一件代志。咱来想象，迄当时宣教师来到伫咱中间，迄当时宣教师来到伫咱中间，看见即块土地的需要，可能遮是送向的所在，遮是对伫台南市来讲，咱东区是送向的所在。看到遮有人需要帮助，看到遮的囡仔需要受到教育，所以因尽气力来办学校，尽气力分享上帝的福音。互咱今仔日点伫遮，咱看到其实台南东区是真特别的所在了，因为咱有教会、有病院、有神学院、有中学、有女学。咱踮伫即个地区，有公报社，咱是共同要宣扬上帝的福音。如果照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这就是一地一地的石头，这就是一地一地的石头，一地一地的石头徛踮伫遮，东门教会踮伫遮，神学院踮伫遮，新老病院踮伫遐，教会公报社踮伫遐，中英中学踮伫遐。中英女中踮伫遐，一块一块的石头，咱因为耶稣基督即块活石，所以咱安怎渐渐结连起造起来，要成做属伫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要宣扬上帝的福音。所以若是安尼，咱唯一的办法检测是，搁一摆。轻调伫耶稣基督即块活石，定心看讲，上帝要互学校甲学校三结连，教会甲学校、教会甲教会、教会甲神学院、教会甲公报社、教会甲病院，搁一摆三结连的时刻，咱咧敲找新的愿望，这是咱向前的办法。咱嘛咧问的是。上帝爱咱做啥物？都亲像顶礼拜有甲大家分享，咱一开始即间礼拜堂的起造，即间礼拜堂的起造是台湾头一个，是由台湾的信徒共同一塔一塔慢慢起造起来的礼拜堂，这是上帝工作的见证。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重要的。咱每一个人是活的石头，因为咱的生命是结连踮伫耶稣基督。咱的生命结连踮伫耶稣基督，咱一块一块石头慢慢咧起造的时阵，一开始咱袂去想到，即个石头到底伫遮要做啥物？但是上帝咧使用咱，互咱慢慢连结了后，咱要看见，就算讲面对即个时代的挑战。上帝有愿要做新的事，上帝有愿要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显明伊的疼，互咱会当继续写新的故事，互咱会当继续看见，就算讲咱的问过来要安怎，但是上帝一直拢伫咧，因为咱是伊所拣选的。一段话，咱是受拣选的种族。
是王家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为着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怜悯。当咱会当踮伫遮，这是福气，这是上帝的福音。愿上帝透过咱，互咱继续向前来跑走。请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树木的石头，一粒树木的石头，静静无人注目，无人咧插，秘伫一个无起眼的角落，点点另外一块石头出现了，互人一寸一寸、一步一步牵线到伫迄个角落，一粒、两粒、三粒，渐渐合起来，斗做一个真美好的画面，累积成做一座宏伟的建筑。树木的石头悠远伫遐，不过伊是重要的基石，是连结的锁匙，带咱写对我到咱的剧本。是无论这个宏伟的圣殿是生落安怎，咱会记无？树木的石头悠远点伫遐，迄块石头悠远点伫遐，伊遵照伊的使命，继续徛在遐。咱也是安尼，咱是主所拣选的，咱是活石，尽咱的气力，尽忠点伫遐，咱会看见新的故事要开始。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正做咱的回应，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弟兄主甲救好时期，圣主所选时在宝贵，连结圣会小好地基，用你天降圣声都好风无归去，结心是幸福变要去，一个小无去三石头，静静美丽出角头，总是小幸福归角石，一个听喊烦恼，小风自自面的经结锁匙，当下就本来去，有多一阵是经被上帝感谢圣经来感谢，请可诚心三的上帝，永远不变加好万世，无分的主必经更宽恕，主国家福音多风无停。咱同齐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愿感谢你的拣选，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互阮通有份参与踮伫你的工作中间。主，当阮看见你是活石，是上重要的主角石，一直徛在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也带阮每一个人会当挖掘、贴关牢。主为着安尼，阮献上感谢。所以安尼，阮清楚知影，就算讲阮拄着挑战、拄着艰难、拄着软弱，甚至侪时，阮感觉互人气煞，主你有缘甲阮同在，因为阮是你所疼的。求你拯救阮，带阮踮伫每一日，阮会当结连伫你即个活石，
也照着安尼，阮会当将阮身躯边的人，搁一摆结连起来，为着要宣扬你伟大奇妙的作为。愿主使用阮逐人，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中营女中来到伫咱中间因的同学要与咱分享因踮伫学校的学习。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请我做我用华语来分享。我是长荣女中美容科3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蔡蔡子。我们家有3姐妹，一个叫蔡子，一个叫芥子，最后一个妹妹叫晴子。我和大妹的名字取自圣经芥菜种的比喻。虽然芥菜种子很小颗，但长大后富有生命力。我们家因为小孩多，经济状况比较吃紧，但感谢上帝信实的供应，让我们一家人气氛和谐。在学期间也透过奖学金的申请，让我们以笑脸度过经济的难关。我知道有些女生的家庭会认为女生不用读太多书，或期待可以再生男生，但感谢神赐给我一对敬虔的父母，他们用信仰的原则教育我们，透过背金句以及祈祷的生活，让我们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独一无二的形象。父母也鼓励我们往自己有兴趣的方向走，不限制我们一定要读什么科系。重要的是，父母希望我们未来都能为自己负责任，如同我们的父母突破传统观念，用上帝眼光看我们。我所就读的学校长荣女中也是这样。过去虽有传统的性别观念，但宣教是以信仰的精神，透过教育形塑出有梦想且对社会有奉献的女性。在这样的环境里受教育，让我更学会勇敢追梦，并且期待未来将所学回馈社会。透过学校的学习，我找到自己的兴趣，未来想继续往美法走，也决定要去台北读书和工作。家人原本很担心，但了解所学的内容后，也放心让我们自己去闯荡了。感谢上帝，虽然我是女生，但没有被保护得太好，而失去了独立的能力。盼望未来能继续牵着上帝的手，在陌生的地方学习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并且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谢教会弟兄姐妹平日对学校的关心与支持，使我们在这里放心的学习。恳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学校长荣女中祷告，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长荣女中时尚造型科3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做林云杰。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代表长荣女中来到东门教会，跟大家分享上帝成就美好的工作。东门教会曾是长女学生的信仰摇篮，过去有许多学生在这里参加礼拜，接受信仰装备，日后在不同的地方做光做盐。今日从长荣女中毕业的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份使命，希望无论往哪里去，都能有一份关怀社会的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这边，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东非的女性。东非的女性在经期时必须坐在沙地上等经血流干，她们因为经期无法上学和工作，这让她们的未来受到限制，失去了梦想的权利。今年的5月22，我们募集了40位学生，要一起缝纫布卫生棉，捐赠到东非。我们希望邀请东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
让这样的行动更显出历史意义和信仰价值。1925年，女学的学生为了筹设新东门教堂的基金，立下募资100英镑的目标，并透过刺绣的工作来实现。隔年，终于让这座可以容纳700多人的美丽教堂落成。万荣华牧师说，这是一座象征无私的丰碑。今日，当东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和长荣女中的学生一同聚集，共同参与缝纫行动，我们不仅是在重现当年那份无私，更是一起编织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国度蓝图，使更多人因为我们这样的聚集而得到益处。礼拜结束后，我们将放置报名表在大厅，邀请弟兄姐妹前往了解，并参与这场为爱编织的行动。也恳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学校长荣女中关心代祷。谢谢大家。咱用甘心乐的心来奉献。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咱大家做伙来分享。这礼拜圣经学堂，咱读到的所在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19节，请来当拜3点伫线顶做伙来看。本周是部会周，所以请咱的部长来召开部会吼。5月21，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集会，所以请咱来当第2节的时间。好后主日是母亲节，所以欢迎咱每一位妈妈咱的家庭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所以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吼，所以甲大家请大家会记吼，后礼拜联合礼拜。好，今仔日咱特别关心中营女中，请咱也踮伫祈祷中间，定定为着咱的学校来祈祷。今仔日
蔡校长、冠霖牧师、苏主任，还有他都要蔡子同学、甲林云杰同学做伙来到伫咱中间，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拍，请因起立，咱拍鼓来欢迎。好，谢谢。咱的协会通过整理一寡资料，咱等下踮伫边仔这边吼，咱有几个展览，就是遮有几个展板，中营路中嘛有将因的制服拢摕来内底做展示，所以请咱等下咱礼拜刷以后，咱会当刷到伫遮，咱做一个真简单的开始展览的祈祷吼，所以请咱会当做伙，等下踮伫边仔，咱的这边，咱有一个简单的展览，即摆嘛感谢。伟凯甲恒慈的囡仔吼，因替咱画一个真水的迄个，东门教会甲长荣女中学生东门的少女时代迄个图是伟凯甲恒慈的大后生因所画，所以感谢伊的付出吼。好，过来咱踮伫昨咱为着食西川兄弟举行个别礼拜吼，四月节踮伫后壁，四月节特别要感谢咱大家吼。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四月节甲伊的家庭来祈祷。好，今仔日咱有一位新的朋友，这是孙静，这是啥物字？胡吗？孙静，伫后壁吼，来伫咱中间这个黄信奇牧师的朋友吼，咱做伙欢迎伊。好，安尼我做以上简单的介绍吼。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咱三个来读2遍。恁着做外籍，互上帝来做属的内底，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要做上帝所欢喜的祭司。你着真属，搁一遍。恁着做外籍，互上帝来做属的内底。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欢喜所做的祭司。最后册卷圣诗第380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临时后请老牧师祝祷。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大家互相请安。